Made in England 嘅 Dr. Martin 究竟貴喺邊？表面上你可能未必睇得出，但係背後嘅製作先係佢價值所在。今次我哋收到一對 Doc Martens Adrian Loafers 嘅樂福鞋，一睇個鞋盒就知唔同啊！唔係平時用開 Doc Martens 嗰隻黃色紙皮盒，而係換上經典嘅酒紅色包裝，復古得嚟又有質感。嚟到2000年初 Doc Martens 嘅銷售突然大跌，為咗避免破產，幾乎就執晒所有嘅英國工廠，最後只係留翻低一間，就係今日唯一一間仲存在嘅英製鞋廠。直到2003年 Doc Martens 重新起步，決定重現經典，推出復刻版嘅1460。非英製嘅 Doc Martens 雖然比較多元化，亦周不時推出聯乘系列，但係英製版本始終係有唔同嘅。佢保留咗半世紀前 Doc Martens 嗰份經典同原始味道，雖然着上腳就未必個個都睇得出啦。不過如果你中意慢工出細貨，欣賞傳統工藝嘅話，下次不妨試下入手一對英製嘅 Dr. Martens。